煮后哎。 很明确的直觉，你选老公也是这样选吗？就他好了，这样子我不应该相信，他完全没有犹豫。老公良心过吧？不要看，不要看。你袁妹姐，来给熊尾爆了一个，还可以包的吗？看到这种皮的东西，他就已经受不了，他的手会自动跟我们讲话，就是这样。叫，反射吸反射的，那样用。这样我们就都洗窗卖水饺吼。有啊！皮一面都跟捏骨都要洗的。经验到的徐师傅人也切啊，试过，谢谢哈。日本人炒板条係用蝦米嗎？還有蝦呢啲我係用蝦膏，海蝦膏。跟他能吃到蔬食กุ้啊哈。那就萬聖節了。哎呦，炒板條狗腸哦，腹腔的療愈。没错，对啊，这个我会吃很多。我最会煮的就是黑咖喱饭，还有白煮，这个要在忙后生，一龟港通。跟妈妈其实很会煮呢。哈嘎妈妈，大棒一等枪，你全副都胸外线，牛个啥？好嘞，唔見咗我出嚟上班咧。全部都分身啦。哎呀，上班你就等於愛學東西嚟嗎？那我安用會定義咧，啊唔過多人啲節目當中端正係安用嘅啦哈。今日來到天場呢，真人都可以大半咬你哦。哦不是呢，你不用選擇，全部都可以吃得到。哇，小孩子才做選擇，愛賭愛。今日來到嘅客家社會全部都請回所謂啲客家美食。哦，啊唔過呢，先來非常多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了非常多嘅係安啲徐師傅。大家好，放豆好，嗱個咧翻到係李志兩個。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歡迎。三下來呢，來非常多風吹參水炸，係來自高雄美濃嘅兩字，非常多歸蘭記老慧雲。哎呀，這是姐妹吧？對呀，而且是大學剛畢業的那一種。太高興了，非常意啊。好，三下來看一下咱除咗這邊歡迎到嘅朋友，記到係來自性別嘅性種，阿姨浪外省強校，記到係烹飪妹好好姐。放羊。哇，也是像是姐妹一樣。對啊，上到動相床。對啊。好，現在有看到你風吹哦，你慧雲呢是你客家電視台嘅主播啦，有冇有想到主播嚟啊？你節目因為安排公公都安排冇嘢。水偏公哎。啊，水片加加公佢就收嚟啦。就安原來水片懂厲害呢。我媽就沒那麼會講。我跟你講，張媽媽有在看。好啦，來看一下今日帶來乜嘢好料嘅咧？帶來丹四甲洲嘅咁係。這個做哇！啊，你周身都面濃拿上來啊？咱講本線動向和箭都叉叉。哇，有肉色咧，好食哈。哪怕少少剪起來，如果行下針嘅，本地嘅蒜蓉挑油啊嘛。係真嘛？嚇，很厲害啊！在行的。剛有會員都特別上班，一天都唔關，特別食唔到一樣東西。佢啲高雄都做別食啦，佢高雄就來嘅台灣古鎮啦。係大概佢啲高雄啊，嗬，媽媽就講啊，你要不要鼓勵皮安丼哦？啊，雖然佢嚟講哦，行去煮貴種啊，好食的東西。安嚟講，按過行去煮貴種啊。啊，我姐姐說，他是不是你的親生的？是不是？不如讓他吃啊。我從有冇班嗌啲朋友搭拜啊，都冇嗌講啊，誒，飛雲咧叫我鼓勵高雄啊。啊，講咗啦，佢話我鼓勵高雄啊，哪有冇辦好事啦？你就記得，哎，嗌喺嗌有貴音啊，媽媽會做，而且會來嗌人錄卡。剛剛有沒有趕人來？他能幫你歸一轉來時間，記得老人你講一下。你一擺就會挺實勁哦。對啊，因為英國唔單止舞伴吧，各種嘅版煮菜吃飯。嗌嘢老公都講啊，係桂蘭大酒店。桂蘭睇下要嗌嘢老公按咩名？一樣嘅啊。咱講對面冷水哦，咪不差哦。記得擺落去咪係客家人最後是個米線，係乜計咯？翻做。係冇。咁妹姐，你自己做嘅？做啦，我買得當好食，就喐咗嚟啦，變嘢係撩半機。哇！有客家的味道。如果係有飯條係有時都係咩？有板條冇？有有哈，北球一話就不用誒，波哥，
番薯那个脆皮哦，哎呦，安用哦，真的，很难做，这个很难做哦，重功夫啊吼。东河公案呢？因为大佬个系拌粽，喏各种的粽哦，粽子哦，对你来讲都咩问对题。，1个小时包100个粽子，哇，那比那个闪身没有薄一点。 1分钟2个啦，哎，超1分钟对2个。就是30秒了，没事没事，再不然的话2分钟是4个。这今天难比了。啊，校俊拿这哦，哎呦，没动厉害哦，23年哦，包办53个串点。还在教会里度了天数煮爱餐，对吗13年哦，那有一个有问题，慧云没讲到他会做菜。哎呦，会播新闻跟会不会做菜系两件事情哦。哎，就迄助手啊，就负责司屯天数生。该不会是颜值担当而已？ OK，他有 PK 赛可以加油。好，等一下向前来挑战，就是为东一准 PK。没错，因为加油，加油哦！3号的那一关呢，就靠因为还睇起来对呀的有客家常识啊、客家小知識啊，一個了解。不說呢，馬上嚟進行第一關嘅 PK 咯。向前來挑戰，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數量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好，最觸擊嘅向前來挑戰又來了吼。其實我最近哦，了解報告，許多東道嘅觀眾朋友反映講，哎呦，了解哦，真緊動好，因為所有人都做得向下來參與咧，跟着我們在舔洗衣的免挑天哦，一起來幾家歡樂幾家愁。對，但因為有東西哦，啊，你來打扮的安用煙哦。對，阿姆哥會學習很多啊。對啦，好多就重點啦哈。阿姆哥呢，等下除了一個挑戰以外，兩組總共加起來嘅成績，咪代表講師傅做得先出幾道好食材嚟變料理哦。不過人家就係講沒有答對嘅話，人家就被扣錢水嘅啦。嘿，唔係哦，真鮮哦，唔係哦，也白扣3天哦。哦，唔單槍啊你。剪刀閃電。好，風水先來先題目。紅米醋為最愛。好，看一下哦。夏威夷果嘅年產地係哪道邊呢？A 係歐洲，B 係夏威夷，C 係紐西蘭。歐洲好誒。歐洲哦。做乜嘅？係因為新聞就報告了。冇呢，那就憑直覺。哇，很明確的直覺，你選老公也是這樣選嗎？就他好了。這樣子我不應該相信。他完全沒有猶豫。老公良心話，不要看。古代今天你上班嗎？哎，你也覺得是澳洲嗎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你選老公也是很精準啊，19歲就選到。你要擅長手勢，你都有一起講嗎？都冇意講呢。好，所以真的是直覺啦哈。確定了哈。好 A 澳洲哈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 A 澳洲，美麗的直覺。這樣就很超嘅。因為東東因為遲到講吼，夏威夷豆哦，哎呦，嗱夏威夷就買是用慣咧，其實有跟煙山體咩到夏威夷哦，本來係到5000年前哦，在澳洲的原住民係提前計發現了隻頭兒哦，該時節咯，佢發現了隻頭兒嘅時節，按到金島，後來係本29年哦，再到夏威夷以後，開了提前建了夏威夷豆的農場，並且大規模的生產，才會推向國際化。所以東東因為遲到講夏威夷豆。係咪夏威夷？澳洲豆吼，嘿，剛才澳洲嘅原住民哦。對啊，原來叫做 Kimdo。Kimdo，嘿，改猜題的發。嘿，原住民話，澳洲的原住民話。對，那很好記耶。Kimdo 啊，很接近我們，就是我們的 Kimdo 啊。嘿啊 ，Kimdo 啊。Kim 阿姨哦，永遠會記得。Kimdo。哦，觀眾朋友真係記起來。嘿哦，好，恭喜。首得1分。选夏威夷，我以为夏威夷哈就在夏威夷。哇，那桂兰姐待会都不能回答了。它其實是澳洲豆啊。對，好，咋個咧？藍錘。姜。這個是有聲音的哦，來跟我一起念。姜。哎，唱。少珍終於聽得懂。好，我哋呢個沙拉中熱量最高啦，哈。A 係千島醬，B 係凱撒醬，C 係和風醬。嘿，哪一家呢？是迄個青皮哦。嘿，千島醬。哎呦，佢兩個呢都想講係千島醬。對，做乜計會安用？好像千島醬嘅成分係乜嘅？東西。
ต้อง加很多东西。啊，你有去过千岛湖吗？没有？我就关了哈。好，确定 A 吗？来看一下，第一题咱水友得到分数么？正确嘅答案係，恭喜就係 A。好厉害哦！老大家來說明一下哦，其實你啊3種獎哦都係沙拉好朋友啊。第一種啊，你啊千島醬哦，怎麼嘅熱量係超高咧？因為個地杯度哦。太提到係美乃滋摻掉嘅 tomato 醬哦，那美乃滋買東西做嘅就係油撈亂風，哇，所以真緊哦熱量係超高。那凱撒醬呢，佢哦雖然又摻掉美乃滋，不過含有其他嘅添加物，所以比例上係帶掉，所以它熱量係提二嘅。跟熱量最大嘅就係和風醬，因為有個地杯度嘅成分係乜嘅咧？熱色嘅頭油含有湯撈蒜子，含有燃料掉嘅東西調好嘅。和風醬呢，雖然佢嘅熱量係潛在嘅，不過裡面的這個湯啊，含有鈉啊，成分也很高，所以最好不要加醬。適量就走的，適量就走的。吃沙拉還是不要加醬。那我們可以加我們他咖喱醬啊。走的咯。只是沒這個選項而已。對，D 啦，好不好？給他一個答對了啦，藍水妹隊都是分的哦。很厲害哦，今天紅隊、藍隊都很厲害。來，紅吹上來先嗎？該嘞？不是先。客家茄子會開花。真的哦。會嗎？吊車。我覺得你比較像一朵漂亮。開花才會結果啊！不會講吧？客家呢耳講哦，吊車嘅開黃花係講乜嘅呢？係變化無常，比係無結果，是係老常理相反。Q 個開風法。啊，茄子開黃花。哦。哎，吊車嘅花係乜嘅色哦？紫色啊。是紫色。吊車花吊車色啊？嗯，點解唔見咧？我冇看過吊車啊。係啊。你冇看過吊車？法。啊。對啊。吊車法。人家說有一個會煮飯的媽媽，對，就會有一個有那吊車會吃的會享福的女兒。剛剛人先C 號哎。很明確，沒有猶豫哎。雖然會認這哦，佢唔是看過吊車法Q 法，但是我覺得報告案都係新聞，對不對？有那個 sense，應該創立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。嘿，恭喜就係 C。我敬佩你。哎，還蠻有可能。那你覺得今晚樂猜開什麼號碼？哈，對不對？因為你要睇哦，今天很強哎。嘗試題算係嘗試題，因為 Q 改法就係 Q 色改，就是紫色的紫色啦。所以開封法的意思係乜嘅？變種咧。你要記喎，反正係講 Q 開封法反種，形容老創立係相反嘅。そうですね。好厲害。風水地道是分。好，藍翠係先哪一題咧？愛三色的。好啊。我不愛呢。你好，三色豆種族哪一種算係長菜？A 係豌豆，B 係包燒，C 係也嘅紅蘿蔔的。當簡單，你要最簡單就係兩題咧。A。哪隻係嗆菜 ？A 好。好。為什麼？你選顏色是嗎？那你也是我的菜嘍。啊。A。對。它是算是青菜類啊。懂。哦，那那種爆燒到風水頭咩係嗆菜？那他們是爆燒。他們是爆燒跟風水頭。爆燒就是爆燒。有蠻有道理的。我跟你講，孝珍姐都聽得懂我在講什麼。係嗎？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。嘿，咁你要到時倉賣薯條吼？有啊！伊一年都跟捏骨都要死的。你眼到的徐師傅人也切呀，吃過，謝謝啊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。嘿，其實係 C 哦。係啊，東東因為知道講吼，嗆色就係嗆出來，咩愛用嘅呐？因為我看地皮都係成分，爆燒老豌豆啊，個地皮都主要就係澱粉，所以佢算係五穀雜糧類，咩嗆出來哦。哦。好，唔怕。咋個咧？風吹。風吹想選哪一題？鴨翅嘅人生。你們叫做鴨翅。係呢，面濃講鴨翅嘅。哦，鴨翅。第一題嘅習作題。來看一下哦，題目係乜嘅呢？我講出8種鴨翅嘅小食，翻面也掉呢無酸。
翻面冇酸哦。炒面啊、炒饭啊、桶面啊，要抹酸。哦，计时3秒，抢开始。炸鸡排，嘿，小笼包，珍珠奶茶，还有粗条夫，有做对咯。有乱的呀，有乱的呀。我会煎哦，好吧，这会你呀我会煎，这会你还。有散装，还有散装。这会你。都算了哦，还有散装，给还有上桌，晒，炒牛肉，还有两种，跳跳风吧，还有一种。你什么？差几秒钟，主播，慧云姐，你不比亚戏吗？全部满蛮稀的啦。一下没想到。哎，我们小赢1分。对，来让锤。豆牛爱唔爱？斗牛要不要了？斗牛要不要了？你去看过？后尾咱种公司做的份豆腐含卡尾咪咪，迄讲加个表面，所以是咧偏粒粉、太白粉吼。B 迄讲先不用到平常低度冷冻哦。C 迄讲熟米酒过后，过来捞给通过，那种卡尾煮咪咪啊。A 厉害，我也受感觉偏离是粉，做嘛该不会憨憨眼梅？佢爬在那里。爬在那里，爬玉山还是阿里山？個黏到嘅豆腐。有道理。好，目前的比分差距喊走对吗？还是这个的答案是你看了也觉得不合理？应该许多公都合理。那就我觉得可以啊。孝珍姐也是觉得是 A 嘛？对啊。那怎么该去听为受偏离分啊，受其他分，怎么的？沒有黏嘅豆腐好有味啊！哦，八附上去的概念是不是？好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。嘿，其實係 B 哦。你不是说很合理吗？其實你躺一下，做乜嘅會選 B 咧？因為這個道理呢，是來自於凍豆腐嘅概念。哦。嘿，凍豆腐用辦做咧，就會老嘅拌豆腐賣轉來以後，用到冷凍庫以後，啊凍起來，它裡面的這個水分，係咪就會變成冰？啊，你自然退冰之後，它這個冰流體水流體以後，它就會剩下孔洞，所以那類煮以後，它熱梅就係認為凍豆腐的概念啦。嘿，那你如果說要煎煮炒炸，肉嘅偏離粉哦，是避免粘鍋，它主要嘅目的咧係因為避免粘鍋，而且是讓它比較金黃焦脆。可是阿摩記跟我幾個人拍有頭，因為我們其實常常也會除非你要煮醬汁啊，但是我說的憨憨熱梅係，無論係用煨嘅，也係煮湯嘅，都做啲憨憨熱梅，就是通理來講啦。沒關係，現在才輸1分而已，大家冷靜。哦，第二就卡水。還有2題。嗯，我先。媽媽最近聽我寫媽媽吧。中邊安。冇問題。他不想強調他是媽媽。他姐姐哈，所以啊個煮煮嘅時間，我建議嘛，該當做啲較友好嘅廚體嘅香米。A 係講薑嘛，B 係粗鹽，C 係麥酒。麥酒。真的？為什麼好像麻椒哈？好像還可以，那個味道也可以，那個又比較不會，滑滑的那種。但唔會清乾淨，有當四香來。對，清香。所以應該上嘅時係 C 麻椒，係冇？啊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就係 C。其實咯，東東因為知道講嘅哦，粗鹽咁咪做的，但是呢。粗鹽使用係物理性啊，它是把裡面的這些油脂跟髒污去除。真正要出體嘅除臭酶哦，它可以用麻椒嚟合好哦，它用的是化學的反應。佢啲味道要酒精嘛，所以酒精發揮嘅過程當中呢，佢咪會破壞嘅卵白質嘅結構，所以它就可以破壞它裡面的這些除臭嘅成分。韓國呢，因為它有氣泡嘛，氣泡係嘛嘅呢，就是2氧化碳，所以它會有輕微的這個碳酸反應，也就是像天然的起泡清潔劑，做得下有效嘅。做啲攞基地背度射牆來，嘅潮濕梅是咪下照聽？原來係咁嘅哦。係啊，係安樣嘅咯，恭喜恭喜！好哦，這波命題
题南水咯吼。好妈妈嘅必备技能係嘛？十足题爆水饺啦吼，等下利用3年呢派出熱茶做代表，限時到1分半當中做得爆出10粒水餃，用超上高關。記得咯，佢喺封口呢，咪咪哦，做唔得打開來，馬上來送道具咧。結果呢，你南水出到2題，根本就會送分題呀，專業咧。你袁妹姐，来，给熊尾爆雷的，可以包了看吗？到這種皮的東西，他就已經受不了，他的手會自動跟我們講話，就是這樣。錯，反射吸反射嘞，嘿啊。好，填了沒走出來哦，鳳梨有班緊哦。那基本上這2句題型係非法。對。嘿，對機來講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哎呦，唔是都，越少越好，保險就好。你等下哦，我不你從地體爆出來哦。很好，很好，好，很漂亮了，可以，很齊了，很齊了。睇下快創的時間是講，一點鐘爆哇，他太厲害了，總額哦。對啊，給剛剛超級順手的。嘿啊。做得，按鈕有球哎，我說可以，你就可以往下一個。咁你就到時昌賣水餃吼，賣水餃啊。有啊，這個爆好多。好，可以了，這樣可以，這樣可以。走的，可以要加油，要加快。對，你先爆出10粒皮後，最尾將佢檢查。對，時間幾多沒有哎？等下，還有幾多時間？好，最尾30秒鐘。安尼拉是。係啊，目前就7隻嘞。走的，過來一隻，過來，繼續，從台發，你看。最後2顆。過來，加油！過來2顆，過2粒哦。過2粒，呀1粒，過等下過加1粒，粘落去，加1粒，再1粒。最尾。你這個等一下幫我收一下，這個肉幫我掰掉，要肉弄掉，肉。1點鐘就出這個哈圍肉跑出來，我覺得是可以的，因為它很齊，皮已經粘到跟捏骨都會死掉嘞。係啊，主要看鳳喉，來，交給壞人。壞人要專業的來。真的很齊，那一點肉跑出來，我覺得這樣太沒良心。係啊，鳳喉本大家看一下。做對了。做得啦。 6、7、8、9、10，做對了。總上鼓勵，冷水得到1分。目前呢比分算係差唔多嘅，紅水同藍水只要淨差1分，紅隊小贏1分哈。你呢寫到恭喜各位。恭喜5紅嘅食材，來。還有你。小胖。吐司。請寫啦。kiwi。我做甜的哦。他是甜食大王哎。做甜點了啊。紫玉地瓜。哇，這會不會煮很久哎？地瓜肉還有你怎麼啃？因為有地瓜。椰子粉，看最尾1號牛奶。好。好了，大家這吃上課都得要做編出嘛，該東西哦，要下先出5種食材，馬上來看一下咯。師傅上菜了。好咯，看到師傅現在食材呢，睇起來應該沒有一些的猜測啦，哈，應該係甜食吧。今日先到一個食材，上我來做一隻甜點。當簡單一個，我卡通做的做不識我說，所以我沒懂我說夢幻甜心卷。哇！至於地瓜，因為比較時間，所以大家應該優先小切的，放落去整鍋。哦。哎呀，簡單來解釋一下，剛剛我老爺地瓜打成泥，好，各位加下牛奶。做芋泥。包到呀吐司底巴，那吐司底巴就會再包下奇異果。哦。各位再去溫呀紅糖荔枝蜜，各位再去溫呀椰子粉。安尼，各位唔會當麻煩。好。今年到嘅徐師傅讓佢切呀奇異果。謝謝啊，謝謝師傅。還有你有冇切？切條就可以。各位要片吐司啊，來去邊啊。去邊口感會較好哦，這個對身體。那吐司邊好可惜。哦，要吐司，其實可以咩做切丁啊，渣渣中式的配下酒菜。哦，一日呢，老爺傾汁來，等下嘅口感會較好。哦，就會像餅皮一樣。你要出甜點哦，小朋友沒做得天天窮下做呢。親子料理沒做的。因為其實待會會有油鍋，什麼蒸煮炒炸。老爺紫玉地瓜拿出來，要加一些糖。唔是甜嘛，因為佢本身有甜，只是帶一些的，各位一些牛奶。鮮奶油沒做的。鮮奶油沒做的。
鲜奶油其實都還有該滑嫩的感覺啊。應該看這紫心地瓜，佢本身水分是凍豆呢，所以其實牛奶今天不是這種豆，我主要有個牛奶的小米。哦，把它當果醬哦。對。那如果我這個吐司片拿去烤過也可以咯？可以，我等下要烤過啊。哦。但是要先保護當個烤卡唔會白色。哦。水果放落去，來煎起來，一當簡單的用。這樣嚟就做得，嗰日一邊開火哈，你個煎比早就好，佢咬起來口感會較小。哦有嗎？冇，乾煎。哎，啊你帶奶瓶來要做嘛？這個等下擠花枝嘅。哦。要煎一下，有些早就好嘅哈。一當簡單，然後來，該火也有切嗎？而且溫壓。刷上去嗎？哎，這樣嚟。來，好嗎？注射。怪怪的。那個文件蠻奇怪啊。那個嗎？安尼溫。這個嗎？安尼溫哈。謝謝。啊，溫後不用來。不用壓。那你做得嗎？做得有溫度就好。有溫度是會哈。哎。還要對切哈。哎，這樣對切。長得有點像那個一個甜點。長得有點像一個甜點，有糖就是用澱粉的細節，就像西伯幾個字？我不會起白，我不知道它。外面綠色誒，然後地部係封條誒。對啊。封條那樣。該是按照7、8爆線封條。那還有名字。葉板煙炒板條係用蝦米係嗎？還有蝦呢啲係用蝦膏，係蝦膏。好健壯哦，伊保鮮還很健壯哦。哎呦，應該講手會準哦，我們快餐沒得準。對切。長得有點像那個一個甜點。長得有點像一個甜點，有糖就是用澱粉的細節，就像西伯幾個字？我不會起白，我不知道它。外面綠色誒，然後地部係封條誒。對啊。封條那樣。該是按照7、8爆線封條。那還有名字。還有寶蓮子、綠豆。它有一個很寓意、很喜氣的名字。是什麼？就是聽不出來它的食物的名字的東西。食物應該變提示，可以讓它叔叔的呢。啊，你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這集真的很嚴重。不是，就是荔枝蜜會帶一點酸甜，酸不會，會帶香，帶荔枝香。裡面夢幻甜心卷。阿牛去後生嘍。日本師傅嘅中山，來到個甜心教主加中上，真的，大家窮下來食塊。好啊，來，吃看下咯。紫心地瓜，哇，嚴重了，太嚴重了，地瓜太嚴重了。本身是東西啊，已經是最嚴重啊，誰蒙啊？甜點，好吃。我跟我說呢，沒普通的，我說呢，一聽外邊 healthy，長得像用酸的，自然的果酸，酸酸甜甜。它搭配真的很好，我不會牙本來妹妹的話，要不要吃紫山藥嘛？沒嘛？番薯啊，地瓜，所以它的甜是自然的甜哦。吃你也可以甜哦。沒有過多的調味。要個做純做呢，做點咩鬼好呢？做成係咩？小朋友動好。對，有膳食纖維。所以我都卡給它高味，對不對？因為沒有什麼加熱都完全。好食嗎？正好吃，牛拌好食。正好吃，吃的還想茶不是。流連忘返，孝珍姐覺得呢？它裡頭是就是不會膩，它的甜剛剛好，然後它的麵包又有酥酥脆脆，然後吃起來口感不會黏膩。東好食。你有發現到佢黑喎，有啲話韓國腔，佢係韓國人哦。加妹，又真是。청도 민족입니다. 네, 정말 맛있어요. 정말 맛있어요. 맛있어요. 대박 맛있어. 哎呦，實轉到你阿推嘅面啲食法。哦，大家
可能客家甜食thôi 对，哦。那可以帮我们进到下一段要怎么讲吗？哦，我I don't know。啊，头前呢红队係3分，蓝队係2分。不錯，等下呢大家要加油咯！哦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快啲咧！힘내세요！馬上來進行最杯迷館嘅挑戰。做下點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咯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好了，來到最杯迷館呢，剛剛頭前一開始睇有看到我們哦好食錄啦哈，食到有一個舞板，也係一個伴奏，全部都好食，可見最後一關一定當兵。係哦，火藥味一定會凍衝當哦。兵啦，來看一下你來自高雄美濃嘅講什麼嘢，兩姊妹要帶來乜嘅菜名咧？快山麻油瓊拌肉。阿娘姐姐剛剛係消音的嗎？姐姐落吹表啦。不能結伴講韓文啊！媽媽煮啊來講。係啦，桂蘭飯店咧附近嘅，阿娘唱一下這邊去買嘅一個瓊拌肉，這邊一個咧朱文咧。好了，老太陽講一下，最杯迷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三點下來看一下咱隨影片帶來買個好料哦，菜名按到客家炒板條，係啦。哦，講得都好。要炒板條哦，算係咱每節哦，除了到總額以外的，就是拿手好菜。哇！大白哦，又親切好朋友來哦，一定會炒啲板條搶排價錢。係哈。誒，一般人炒板條係用蝦米，係嗎？還有蝦呢啲係用蝦膏，太蝦膏，完了，蝦膏。哦，水母魚罐哦，兩個人強下來哦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兩隊都已經準備好晒，現場馬上來倒算。 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了。開始。來咯，來，你要拿刀子。好低不要啦。害怕，其實我自己很害怕。其實人這個沒幾緊張呢。你看你看得出來，盧卡還可以有啲小水果啦，哈。有。看得出來嗎？方向是對的啦。小一般啦。不用那麼多。安尼哈，好，會煮做起來，係你咪？要切嗎？冇，你要小孩，我全部小孩。有一種忙叫做幫倒忙。那邊他們是夠數字公啊，哈。那就萬聖節咯。冇上按到，媽媽講全部小孩，安那切一般，係咪？會氧化啊，哦。會氧化，氧化那個。正哦，按前體熱哦。那娘冇會都什麼該啊？都寶貝買寶貝哦，不胖的。嗯，沒事啊，妹妹，你會變強的，你會變強的。我最會煮的就係咖喱飯，我有擺煮，佢話就蠻好食，一龜港通。佢媽媽其實唔會煮呢。哎，那你切，他的標準嘛，乖乖講，人媽媽講，哎，一片梅咩？幫到嘛。啊，回去我看哈，我講媽媽，我愛聽書嘛，講啊唔是，拜託。哦，安尼啊應。該冇問題吧？有一個對照組咯。對照組。安尼啊。我總愛切題目。來，我們來看實驗組，來，實驗組來了。啊嚟，盤啊行就走嚟嘅嚇。好。哎呦，看一下。好緊張哦，比保險還緊張哦。哎呦。我入邊有動作一樣嘅，那冇氧化嗰啲啊，會唔會？我安尼就貴價嘅呢。金水做的。你們有發現不但搶手的準哦，我們飛扇沒得準。係啊，怎麼愛人準的愛人咯？白黑還輸得準嘛？那個連山藥都在走。山藥也很怕。一個切胡愛先不用下來。哦，是這樣燒的，大家就唔會氧化。我就平常係負責食，啊唔過我還係會寫文啊。哦，你負責貌美。現在不是有安尼好，啊唔會講法。負責講就好誒。真是哈。皮膚接4萬塊。係啊，基本嘢喺講你養嘅話，我加一隻狼魂媽媽哦。那你尬挑戰哦。他沒有回應。沒有回應，我啱對沒有回應呢，先過一個月。通常唔是安尼。等一下，我跟那個製作單位講，如果飛扇等一下就買個扇面嘅妹樣嘛，我們幫那個山藥要報警。越切越薄哦，會變薄片。係啊，就喺度撲咧。先過你嗰邊。因為你食小鴨冇熟到酥，那樣一些。那樣好誒。慧雲姐安全第一哦。係，裡面一道 V M OK 泵啊。안녕。
안녕하세요。刚才买个东西啊，你切好快哦，植入指导王。这个干嘛？蜂胶，蜂胶哦，你要种天我就给他种，什么谁种的？我爱种的，柳豆花粉种，花盆种哦，你买嘿，丢出咩自家种？然后哈公咩嘢到底有当自家用？他讲他种的嘿，4、5、6都你们家的，哎，五楼上屋顶上了，还有上丝瓜嘞，我本来要炒菜瓜咩自家种？你自己搭棚哦。用白黑的，一颗长了8个。哎，我弄一下咱某一些，你看，你做的一片凤门鸡，一几片还做菜，那是有爸爸还是妈妈是？我父母都是。都是韩国人。传统的韩国人。对。哦，韩国人哪一位啊？那个釜山。哦，最美的。釜山。那为什么会来台湾呢？嫁过来吗？对我母亲在嫁给台湾的爸爸。哦。你从小系到台湾台。对。哦。是酱油吗？可是我哎，以前跟病人说话比较容易，因为病人是客家话的话，就讲医院的话就好了。哦。为什么会遇到病？你的工作是？以前的工作是那个医院。对，在医院护理师。assistant 助理。对。你有先落去录咧哦？哎，录头有甜甜。爱面椒吗？一滴滴的时候。呀，个半条都给迄通过样用的。通过啦。哦，通过的是吗？哦，所以应该向过先别向么？哎。对啊。哦呀，要先别。也好难种条。好，我们等下沟通做了然后。头板跳狗肠哦，非常的疗愈。没错。对呀，这个我会吃很多。啊，大伯，铁路卡黑妈妈有煮红菜，我煮做在帮你晚饭。哦，我面线没做的。然后可以是宽的。换位置吧。那你要不要站这里？啊，哦，没有，还是一组的。也给黑妹给我倒起来，哎，多这样呀，倒呀，小心哦。好，小心多。你拢鬼唔放形容啊？对呀。敢帮你录豆，哎，给不用等就好哎。哎，要按来夹，按来夹吧，哎，夹要水，按来，连摄影师都往后退了一步。他感到懂紧走。好，好。所以妈妈讲也给我介有尾地方介切下来呀。我连夹都夹唔好咧。那么按容易哦。你係緊張啊？冇緊張啊。哦。我不認啊，姐。你提家鐵路是你到客家鐵出來。錯啦。我家是創開元老。安尼要講啊。粉絲哦，嘿，忠實的粉絲啊，然後加肉骨，還加忠實粉絲啊，阿公，阿公講啊，睇面濃有年以數乜鬆心的，鬆的個，講，嚟跟講哦，係啲面濃嚇出一個主播哦，安尼啦，都跟阿公安尼講，阿公講，幾種係啲水嘅，都咁傻逼哦，傻逼跟你一樣老阿公講發一下，係啊，阿公發一下，阿公已經係甜筒，甜筒，我咩都會看新聞啊，係哈，你咩都會看，阿公，我曉得報新聞，我實驗唔曉得煮菜，阿公我曉得報新聞，所以紅就好誒，超好，好媽啊，健壯好誒，好講啊，媽媽講我煮也煮菜很易，係細煮我不好，媽媽甜是邊的。媽媽就嗰位上嘅就做在古眼人嘅啲啊，食譜，阿媽媽上話散有菇皮有菇皮，哇，今日呢下差唔多誒，你過來啊，嗬，好，所以家係炒嘅啊，他要減啲啊，嘿，而家嘅清明會不用下衣，哦，好，哇，炒板條狗腸哦，非常的療愈，沒錯，對呀，這個我會吃很多。好香好香！佢本來係1斤半誒，板條魚當然唔夠半斤嘅，佢1斤冇那個。阿姐，你亂講，你會起到講冇慢哈，往前一點這樣子。這個配斤半誒板條魚當然用到半斤。唔怕啦，唔怕啦。個料重多。唔怕，應該好是料。他講你同婆咧。係同婆。
这个还得炒啊他讲的白虾还是炒虾？应该是白虾吧。白虾哈，哦，有人讲吼，玻璃菜落去哈，应该看韩木强用係加炒板條就加彩椒。一点点啊，配色啊，我會加柳當有中啊。啊，對，料當係種來。你有人係隨人啊，你的開心農場。对，開心農場。誒，咁我嗌同頭腦東都係現台語啊，講說，第一下怎麼解？東東因為同料當咧種菜啊，就同我解的哦，就是因為他們可以限縮，就是別人不會來搶他的。哦，有自給自足這樣。對，自給自足，因為你自家去種菜，其實你是不會來跳雜啊。但是如果在溜檔唔會跳雜，你就知道是哪一層樓的啦。對啦，這樣才哦。所以客家加法都是用整罐的。都是這樣一直動的哎。筷子要嗎？要。誒，等一下叫菜最尾上邊啊！那我們來先來兜身哦。好，先從馬上來兜身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試試看那最關面一關，來我開面試看真的咯。來本期嘅掌聲鼓勵哦，很強哦。想我灑血了哦。真的，來先吃紅隊的好不好？等下給重扮豬哦。很正哦。啊，大伯，鐵路卡喺媽媽有煮啊紅菜藝出做的滂一碗飯。好，封面線咪做得？做得。去敢吃到那種版的？知道切得幾好。有中間的椒會放下些，椒會加些，就要改一些。有道理。啊，兩個阿姐去到對面風水做用辦。都好食。係啊那。先票做嘢，還沒煮，安尼不去食。係啊。我唔識煮過。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口感吃起來像它的那個豬肉，感覺不像豬肉，跟韓國不太一樣，它比較像雞肉的口感，然後它也沒有那種苦味。對，我覺得真的是很棒的美食。有啥？好些的，三層有下豆，很貴啦。對。但是台灣人會先用像豬頸肉。對。哎。哦。對啊，就是都兩道哎。然妹姐，好些了哈，有慢熱，3點下咧完全攬出嚟炒飯條了。耶，是飯條。哇，我嘅味道很真的哦。맛있어요。好好食哦，好食。မြန်မာ版傳統的食就係像吃那道快菜，就按你簡單，有一些的牛絲啊。咁佢而家佢又加下工係咪？佢係啊，而加下幾多東西，所以就有些把葱、油麵、炒麵那幾種感覺。滿意嗎？還好。啊，做對了，做對了。謙虛派啦。我希望它之後加醬，加那個辣椒。哎呦，不行啦，我們板條不行加辣椒，客家人插辣椒的哈。不行啊，客家人冇好冇會食辣的。對，胡椒到很辣。就算你好些辣到，就桂冠倒落去，這樣就是夠辣了。啊，又感受到嘅用心啦，因為在地北都它又插其他種嘅彩椒，所以它增加了一個甜味在。葱頭、韭菜，全部這個種。係啊，等一下吼，比分數了，咁挑戰嘅分數係3-2。好，等一下最尾先至銀陽版嘅實實來看。健康嘅時節到了，都帶佢哋嘅成績會很用版人呢？師傅，馮翠強判分數。滿分最高分，請過分。咁小心。哦，真緊啊，壓力散台吼，來看一下冷水得到幾多分？5分，你夠過分哦。真係像史師傅講。紅隊兩片只講，這個炒緊馬魚嘅馬魚嘅香，那個姜馬香全部要炒出來。佢所以講好選對食材，佢選個松板豬，佢個班炒時唔會強硬，度好啊用嘅嗬，當聰明。啊兩片是炒嚟一點嘅時講嗬，加風脆條冇乜嘅熟，咬到係硬硬，還有一點時講，佢係香冇下冇炒出來啦，可能係時間嘅問題。誒，好，換兩個來分享。兩水攏做，愛吃到都有客家味，所以愛兩片都分滿分。啊，風吹一片呢，佢除咗麻油嘅小米先來好，麻油先來好，因為嗰個長板油別個，而且唔會飆到嚟凍硬，凍都好嘅口感。但是我講伊係
建议啊哦，山药了汤啊个，放落去炒的，慢慢洗落下尾咧，切啊咧，上这嗰種口感可能會較好，而且係嚟建議係，謝謝。啊，南水鴉片呢？其實我做佢食出來就全部上來就好啦，嗰個蔬菜甜的這個種的哈。當然我們一直建議，啊做個下工的，唔用殺的，用煎的，用一些鹽落去煎一個油，拿來炒一把就可能會更加香。啊，那都是哦。好咯，神木師傅本人呢個字頭有嘗試做工業加重味頭哦，啱講你本師傅略略調高一下，就會變到有個 level up 嘅嗬。而家成績呢都已經出來，馬上出來頒獎咯。總三位，恭喜！哇！今日呢兩組都係十分的厲害哦，從頭到尾成績已經出來，馮翠總共得到9分，藍翠得到7分，先來恭喜馮翠第一名，3000的人呢加菜機。加熱加啦，然後再計啦，英國嘛嘅，哦，3號咧看下藍翠兩擺得到嘅登錄哦，哇，太令人羨慕了。然後日本折疊收納推車含有大容量、高密度鈦瓷雙飲杯，送給你2三。哇，恭喜！好咯，第一擺呢，果然之後真係同佢煮。我喺面度你落一百五啦，哎呀，入面聽講會炸到入面。第一擺來參加心得感受然後所有美濃嘅鄉親來好好分享下。哦，有一個節目哈，一家之主啊，有原來那有機器來攝影棚呀哈，有來錄，很高興佢聽啊。啊個還有乜嘅啊？希望一個節目啊，越來越精彩。好，每天擺上天師，哇，所以有一個節目有一機會上了吼，好搞，會跳，有一就會有二哦。對啊，如果以前媽媽頭都以前上過，哈尼拜啊紅啊，做嘛嘅？係啊，你有上過嗎？有。哈尼拜做嗎？有。做嗎？牛肉麵。哦。盲人煮糕哎。有人煮糕。盲人煮糕牛肉麵。青年之內盲人煮糕牛肉麵。講好了。仲唔得講法了哦。有6樣哦。哦，恭喜。好。啲完咩老太子㗎？講一下你拜參加先得。知道用播報嘅方式。好。用播報嘅方式。嗰邊向前睇下好，今日嚟到一家之主，我因為一個節目係非常帶大家來看，因為做得好主持，又做得好多咱們多嘅知識，還有講嘅主持人同安言導嘅主持人，聽錯而來支持一家之主哦。感謝兩姐妹啦，謝謝。好，3號了喲，那個辦這哦，要用尊稱做對嗎？要各種的辦一度曉得啦。然後這今日參加就蠻感謝。這個還要多多加油。莫加油啦！哎呀，還是很高興能再來這個一家之主，不錯。你下禮物啦，你下電路喊做得咯。好。因為佢講哦，叫順哦，他你下多讀書哦。順哎。再2個月就要出。他準備有好消息哦。叫做阿婆。我想說，那個順哎。叫做阿婆咧。哦，恭喜恭喜。那個祝順哎。做得咯。給他做，拉着他出去玩。做嘢啦，係啊，每ngày個用嚟做，用嚟做，有做有錢票息。係啊，恭喜恭喜！好，謝謝客家電台。我很開心來到客家一家之主，然後希望在未來呢，客家的語言、客家的料理，我覺得都能夠廣傳，讓大家都知道有關客家料理、客家語言。然後也很感謝主讓這個禮物，我一直都很想要，結果今天被我得到了，感謝主。然後也很感謝現場所有的工作人員，好親切，然後大家好喜樂，都好可愛，感謝主，就這樣。感謝兩位姐姐啦。我唔錯，感謝 CV 陳水站嘅今日本啲節目按精彩、按好看啊！唔過觀眾朋友吃唔到唔怕，都不可能來吃周坤呐。不過喺師傅嘅甜點料理啊，又係呢兩組當用傳統經典嘅客家菜，都不開始通數嚟做尾就來參加比賽哦。係啊，無論係哪位嘅客家人，就算咩客家人，咩唔跑，歡迎所有嘅好朋友共下來報名參加一家之主。一家之主帶你來報名哦，下年拜再見。拜拜。